主爱主愿的上帝，感谢你，互阮每一年伫5月这个温暖的日子，阮通过母亲节来孝念老母的疼，对老母来感恩，也要对主来领受到上帝你安怎透过老母，互阮感受到上帝你也是遐尼疼阮，帮助阮对话语中间也来学习到老母对主所领受迄个上大、上美好的天职，也互阮伫即个世间知影有老母伫阮中间，这是上帝你上大的礼物。愿你通过这话，主你圣经的教示，互阮得到更较好的学习。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下日即位咱今日透过这两段经文，甲咱三角学习一个敬虔的老母，是家庭幸福蒙恩上重要的基础。安尼这个话题有一个意思前提，就是讲每一项的老母拢是上好的，就对啦。但是呢，若是有一个加上敬虔的老母，意思讲妈妈有各种上帝予伊的恩赐恩典，啊，老母疼囝这是天生的。毋过若是加上敬虔，你会看见一个老母，伊是享受到上大的福气的吼。啊，咱到遮有两段经节，咱等下通做复习啦吼。咱通看见讲敬虔老母的模样，吼，敬虔老母的模样。啊，咱拄则读的这两段经节，会通做真好的学习。即个写讲，咱着家己谨慎修理的心，讲免得你袂记你亲目所看见的事，搁免得这个事伫你活地时离开你的心，也用即个教示恁遐个囝、遐个孙。这当然毋是只干那讲老母啦，毋过若是用今仔日的即个主题来讲，妈妈有一个谨慎的心，表示有真侪代志，咱有时甲疏去，啊，甲袂记起哩，吼，也是讲心无闲，啊，袂要紧。但是有一项谨慎，就是讲你会记得所看见的事。咱知影真侪的故事拢是妈妈伫床边，妈妈伫咧甲囝儿讲话，爱中间甲时代、甲祖先、甲咱即个故乡、甲咱即个环境的真侪故事讲互囡仔听。啊，咱知影讲，咱一世人毋知听偌侪故事，总是我相信你绝对袂记你老母捌甲你讲过甚物故事。看是讲古早咱咧好古堡的故事嘛，袂要紧，吼，也是讲较早咱迄个囡仔的一寡童话故事，啊，遮个圣经甲咱讲，毋过要紧的事是甚物？讲就是将上帝的恩典讲互你的子孙听，将上帝的教示，啊，所以讲免得互遮个事伫你的活地时阵离开你的心，也着用即个教示你遐个囝、你个孙，吼。所以兄弟姊妹，即个有敬虔的心，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谨慎的心，免得互这事伫活地时离开你的心，表示你一直注意这个上帝的祝福甲恩典。啊，然后讲将亲密的事，甲你下一代来讲，表示讲你无袂记你领受这个祝福，你要甲这个祝福会记你交代互你的子孙。咱拢知影吼，有时时大人咧讲吼，咱讲耳仔拢爱听袂落啦，啊，袂记安尼吼。啊，毋过有时时大人拢会特别敬某每一个时阵讲囝呀，会记咧哈，你别项袂记咧，即项爱记咧。比如讲，咱做时大人拢会甲囝儿讲，啊，咱恁即个庄内底，吼，有甚物人对咱家庭好，对咱有恩，啊，你毋通袂记诶，吼，这拢会咱会伫咱的，特别是咱的庄社的中间，也是咱的这个亲族时代的中间，咱来讲你囡仔爱记咧较早某物人，也是无一定是讲咱的亲情啦吼，有可能是老爸的同事，也是老爸的这好朋友，伊安怎疼惜咱这个家庭，囡仔你爱记咧，后摆那你若大吼，换你都会晓去共惊答，啊去共说道谢安尼，啊所以真侪教示中间，信仰是上重要的一部分啦吼。啊，遮
讲谨慎，就是有这个事吼，有这个事咧进行。当除了这个以外，伫以弗所书内底佫记载，讲做儿女的要顺服父母，这是信主的人应该有的本分，这是叫咱是世。然后伊佫讲做父母的，毋通激你的囝儿女受气，要照主的管教来教示，甲因培养。啊，这个话咱常常较会伫第40迄句激囝儿的受气吼，有点仔甲误解伊迄个文字内面的意思啦吼。有点好似就激受气，应该是囡仔激老爸受气啊吼，也是激妈妈受气，那会讲父母激囡仔受气。事实这个话的话义的意思是讲，你毋通用着你家己的脾气、你的个性，以及你家己的自然得的一种思想，互囡仔袂去理解着你的疼，袂去理解着你的用心，煞颠倒好的事，囡仔领受袂着。因为你的脾气，也是你家己一种自我的感觉，无互囡仔感受到安尼啦，确实即个意思。所以伊讲哪呢？伫遮个事的中间，上要紧的讲到教主的管教，教主的管教，甲教师甲因培养。所以一个敬虔的老母，有人伫安尼讲啦吼，咱老母拢差不多讲，若世间有啥物好物，拢要互囝。逐项拢要互囝，我看见咱真侪做士大人的吼，哇，伫咧培养囡仔，实在是用足多心神就对啦吼。对透早到阴暗伊困，你拢用足多心血咧栽培。有人是互伊去找上好的学校，有的是去找上好的在家学习的班，加上互伊去学足多无共款的文字的物件。写作文也好，学英语也好，学乐器也好，逐项拢要家己栽培。但是有人咧讲啊，吼，所有的父母投资伫囡仔，上界有效果的投资，上界买种轻省的投资，就是你将信仰互你的囡仔。我去这个在业班学习，我爱交钱啊，吼。我送伊去某一个所在来栽培，也是运动，拢都爱开钱，搁开时间。但是上好、上有价值的投资，就是你一个敬虔的老母，将迄个美好的信仰来互因。而且这个吼是上好有投资报酬率的，而且袂损失去的，而且是永远用会到的，伫对细汉到二老拢袂失去的。所以咱在座真侪妈妈用足侪心血咧栽培细囝，特别咱囡仔少子化吼，差不多你有囡仔开始长大的中间吼，你毋知一日用偌侪拍的时间伫囡仔身上。当一个幸福蒙恩的老母，上大，伊的答案就是有敬虔的生命。有敬虔的生命，你就会带来你的细囝领受到同款的祝福，而且伊的成果、伊的投资报酬率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咱今仔日有真侪兄弟，来到教会，咱就伫楼骹，也是咱的大门边，有互你结一年即个剪容会，吼。有影我看见吼，那挂红的拢足快乐，非常的。安尼足乐意就对啦。我看到咱有诶较年纪较有诶，讲哇，看到白花吼，心情就感觉讲受到妈妈心感受到来安尼，所以红色足爱挂诶吼。若挂到白，感觉讲有点敬敬上情安尼。毋过我是爱要兄弟，咱有一个安尼完整诶思考。咱来到教会，是呐，伫母亲节要来到礼拜堂，伫别位庆祝嘛足好啊。带妈妈去佚佗，带妈妈去食大餐，带妈妈去逛百货公司，买礼物互伊，这拢真好。但是谁要来教会？第一，母亲节是对教会所创设的，对美国的教会所开始的这个母亲节，今仔全世界大概大部分人都用这个来做庆祝母亲节。
第二是咱通过这年花在见证什么？见证上帝的疼，上帝疼咱，伊伫这个世间，伊互咱有爸母，啊，这爸母伊的本性，毋免人家教。囝若生落来，你就要疼疼。咱讲连迄个动物，连迄个狮啊，连迄个虎，连迄个足凶猛的动物，伊顾囝拢顾啊，互你感觉讲，哎哟，那会遐温暖安尼吼。啊，这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咱来到教会，目的是要搁一遍，甲上帝疼世间人的疼，通过老母的疼，你来到教会来见证这样事，来肯定这样事，来行伫上帝恩典。第二，上要紧的是，你透过这个敬拜，妈妈离开啊，你搁一遍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感谢你，伫妈妈在生的时阵，我安那领受到伊的祝福。上帝，我感谢你，也我将这个福气继续线接伫我的行行顺顺的中间。第二，咱老母要伫咧，虽然无伫你的身躯边，兼在伫你的故乡，也是伫外县市，你会通伫这个敬拜中间，为着你的老母来献上感恩，为着你的妈妈来求上帝赐福伊。所以，今日母亲节感恩礼拜，毋是简单一个闹热，也是讲心息庆祝那听，实在是一个足深对你信仰的思考。他既然是安尼，一个要做一个幸福无恩的老母，伊的答案是老母有敬虔，因为这是上大上帝赏赐互咱的家庭上大的礼物。因为上帝是祝福的源头，所以咱敬虔的老母，你就领受这个祝福。第二，上帝话是子女生活的准则，意思讲你对细汉，我想你的确足够教囝，讲你着安尼，你也有礼貌，看到士大人啊，看到长辈，你爱甲人请安，吼，啊，食饭爱有规矩，逐项拢会教啦，吼，尽量拢教，但是会记你教伊上帝的话，因为这是生活的准则，有上帝话伫内底，有真侪你讲无对的，伊就会晓家己去调整。啊，所以这是建立一个品格的标杆，啊，而且来到你上帝的家教会，就是领受一个幸福蒙恩的家，啊，这也是咱真重要一个甲主三结连的这个部分。兄弟姊妹，咱看见伫圣经中有迄个敬虔老母的模范啦吼，咱有真实的人，第一是先知撒母耳的老母哈娜。撒母耳记的上卷1章27节，这个哈娜呢，伊对上帝领受一个囝儿，吼撒母耳，伊细汉的时阵就甲带到圣殿，啊，这段是哈娜的祈祷，伊讲我祈求为着要得到这个囡仔，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予我，所以我将这个囡仔归予耶和华。互伊终身归予耶和华，所以伊就伫遐来敬拜耶和华。这个老母无因为伊安尼好不容易甲上帝讨、甲上帝求，得到一个心肝仔，应该是咱伫身躯边毋放利啦。但是伊知影讲，我这个囝竟然是上帝予我的。要安怎互家己栽培？要安怎互伊得到上大上帝透过伊来互我的家庭的祝福？就是我将伊献予上帝，所以伊就伫遐敬拜上帝。然后撒母耳就伫先知以利的边仔来开始栽培。后来伊成做这个国家上大的一个祝福。第二个，咱嘛知影，咱伫新约圣经足出名的提摩太，伊的老母甲外妈。是叫做罗伊甲幼年期，吼，罗伊甲幼年期。那外妈罗伊，个老母幼年期。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5节，保罗伊安尼肯定即个提摩太，伊会当有遐尼优秀，会当献身予上帝，诚做宣教师，甲保罗作为传福音，是呢，伊讲想到你心内无为的信，意思讲你无有任何的假，吼。这个信心，这个信是生伫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幼年期的心内，我也深信伫你的心内。
请会记哩。伊讲即个神吼，伫你的老母，伫你的外妈，我深信伊伫你，表示什么？老母甲外妈，伊就是照上帝的信仰，即个敬虔，将伊留互即个提摩太。所以保罗会当对伊的老母甲外妈看起即个囡仔是真正互伊通期待的。咱知影讲，最近有一个故事咧，讲起着即个一个香港的明星啦吼，啊较有岁人较捌伊吼，伊演真侪诶出名的电影甲戏剧，啊伊咧做见证讲，伊感觉一生上大的祝福是因为伊的老母互伊认捌耶稣。即个家庭原来伊是一个安尼，人讲追求迄个影艺界的成就的一个影星，吼啊，大家对即个毛舜筠嘛足伫香港的艺界足出名。但是伊讲后来我发觉讲，我上大的福气是我的妈妈将耶稣介绍互我。佮另外一个检菜咱也捌伊，就是一个浸信会传神关怀传播协会有一个理事，这个李志伟，吼李志伟，这个牧师的妈妈叫做李张玉芬牧师嘛。啊，这篇报道咧讲起就讲，这个李志伟的爸爸少年非常缘投，身上飘撇。若要讲就是讲，只有查某囡仔缘就对啦。啊，毋过无拍算带着这个李志伟牧师的老母吼，无囡仔。啊，所以哦，迄当时的一寡亲人吼，足重视吼，爱有生囝咧。啊，所以迄阵的观念是讲，鼓励伊的老爸讲，这个太太袂生吼，你看去找别人好啊。意思讲，搁甲介绍讲，就爱去找互伊有一个传宗接代的人安尼。啊，加上这个老爸呢，哇，真飘撇啊吼，啊，真潇洒，四过安尼交陪朋友安尼。但是这个牧师妈呢，伊就甲上帝讨，讲上帝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先生有这款的风流性，我真艰苦。但是上帝啊，我要甲你讨3个囝，安尼啊，甲上帝讨3个囝，而且吼，讲要生查甫，拢甲上帝讨安尼。啊，真正伊生2个囝儿，一个查某囝。后来因为有囡仔。伊的先生在底下，感觉讲有点仔见笑，讲哎呀，我就干那，迄理由讲要有囡仔，啊煞疏忽着伊的老母安尼，啊伊又甲上帝讨，到后来呢，3个囡仔拢真做牧师，3个囡仔拢真做牧师。后来即个爸爸悔改，讲啊，才知影讲，即个李张玉芬牧师妈呢，伊伫迄个艰难互先生啊对伊。安尼轻视的中间，伊弃掉上帝，伊心真安静，知影若无靠上帝，伊无机会，无其他办法。所以上帝赐福互伊，互伊的囝儿，毋若是真优秀。咱只传神关怀传播协会，就是因足侪拍足侪迄个影片咧见证，吼，拍片咧做见证的遐影片安尼。啊，即个李志伟牧师呢，后来嘛推动迄个。台湾老人关怀真水的事工，啊，所以若假使一个无信仰的妈妈，伊有可能是讲啊，这个翁婿扣角啊啦，啊，怨天怨地啊，所以规个性命都拢损失去啊。也毋过伊知影只有上帝人倚靠，伊靠了上帝，伊甲上帝讨，上帝就互伊，毋若是有3个囝儿，而且拢做上帝国的精兵。3个囝拢真做牧师安尼，所以林肯总统是基督徒。伊讲人若有一位敬虔的老母，就无算作是颂扬。什么意思呢？伊讲我吼虽然物质无好，啊，我的家庭也毋是出世伫什么好野人的家庭，但是我有一个敬虔的老母，所以阮兜是好野的人。哇，这实在是足有信心啦！毋是用世间的物质伫遐咧形容。啊，用世间的这个名声地位，伫遐来甲人比拼。伊讲，若是有一位敬虔的老母，就是算好嘢就对了，无送香。啊，所以这是一张，有时咱伫网络咧传的图片，是原来的图片，是美国的总统伊所写的一句话安尼。所以有人安尼称呼讲吼，世间
上水的负责人就是妈妈，上水的就是妈妈，因为迄个妈妈毋是只干那外表的水，是整个生命所产生迄个光辉啦。所以有人讲，上界动听的名是啥物？是老母。哇！你甲看囡仔上紧学的就是妈妈，妈妈安尼。古早咱台湾人毋是叫妈妈呢，叫啥物啊？老母嘛无算，阿娘。迄种阿娘的话就是讲，感觉讲足亲的就对啦。叫阿娘改成足侪困难就无啊，对毋对？就有消息啦。足侪艰苦不舒服，叫阿娘，哇，心都安慰啊。所以上好听的老母就是阿娘，就是老母啦。所以有妈妈的所在就有疼，有老母的所在就是家。你有较水的建筑物，但是无老母伫遐，感觉讲即个家还阁是真空洞，安尼就对。所以有人安尼讲讲老母伊并无一定是足完美啦是咧，这袂啥好势。老母并毋是足完美，但是伊用无微不至的疼来付出，就成就了一个圆满的家。意思是讲，咱安尼讲尊敬老母，毋是讲老母拢完美啦，老母伊有伊的缺点，但是伊老母因为伊天生对上帝领受着疼，即个疼来施了互囡仔的时阵，甲遐无完美变做完美，甲遐不足看作是丰富，甲迄个疼的付出来成就一个圆满的家。咱咧看到讲，英国一个出名的作家叫做威廉·戈登，伊讲一段话有网络咪来流行就对啦。这个威廉·戈登呢，伊是英国的一个作家，出名的作家，伊得到诺贝尔奖伊出名的小说叫做《苍蝇王》是一个足有挑战性风趣的一个小说啦这个威廉·戈登呢，伊写的这本册叫做《苍蝇王》，这是原文的写封面这是中文翻译。伊有一段话足有意思，伊高举肯定老母。伊的话，互咱讲，平时咱无想到，伊有讲到，伊讲，我感觉负责人家己真谦卑啦讲自称讲，我甲男人是平等的。咱知影有一段时间，女权是较低嘛，讲男女平等，伊讲你毋免讲平等啦，讲理由是一直以来，女人拢比男性较优秀，安尼。这女性听到足欢喜的安尼。伊讲了足有理毋是讲咧讲话这个妈妈、这个老母尔。伊讲优秀，什么原因呢？第一，伊讲是咧，无论你互一个负责人什么，你拢会得到更较多的回报。你互伊，伊回报互你的是超过你所求的。伊讲，你互伊一间厝，伊互你一个家；你互伊一堆食材、菜啦、料啦，伊互你一顿美餐，一顿大顿的好食的安尼。你互伊一个美笑，伊会互你规粒心拢互你啦。伊会互你比你互伊的搁较大、搁较加倍。这个话实在是伊讲到迄个女性的特质，把女性的特质拢完全表达出来。是因为老母伊有迄个大的包容，有迄个领受祝福的能力，有迄个带来一个新的改变的能力。所以呢，有一篇文章咧写讲，迄老母真正伟大是伟大伫倒位啦伊就是用一个足趣味的一个景来表达伊讲有一间妇产科病院，伊翕一底片，迄个片的片名讲特殊的聘请，是讲要招一个即款的职位就对啦。这职位叫什么？叫做营运总监营运总监真正有人来面试有3、4个人来面试安尼。迄个主考官就甲伊讲我要需要的即个营运总监是甚物款的人才就对啦。伊讲第一，工作的基本要求工作基本要求就是工作量真多，你要有耐心，
爱有责任的心，所以爱有真充足的体力，长时间爱徛咧，啊，搁常常都爱压腰，一礼拜上班偌久？135点钟。啊，咱台湾的劳工哦，即马争取一礼拜上40点钟，啊，所以吼3倍会做就对啦吼。所以一日差不多工作12.2小时，差不多是讲规日拢咧工作的状态，无假日，嘛无固定假日，啊袂当休假，啊而且这拢是合法的要求哦，吼，毋是条工甲你虐待啦。而且即个工作还佫有特殊的要求，爱有谈判的技巧，有好的人际关系，佫爱有金融，啊佫组织。啊，佫有医疗、佫文艺方面的能力。啊，你的客户若枵的时阵，你马上就爱甲准备食的。啊，而且这个食物佫较有营养，就对。客户破病的时阵，你第一时间来判断讲伊出什么问题，发烧，也是腹肚痛，也是落屎，拢爱随查出来。你爱身兼数职，工作真多，爱伫混乱的环境中间工作。而且放弃你家己的享受安尼，啊，招到遮吼，遐受招的人就问讲：啊，这个工作吼，到底有啥物人愿意来做这个工课安尼？更较离谱的是安那？这个工课无报酬、无薪水，毋过确实几啊亿个人咧做这个工课。啊，所以这个人，这个职位是啥物人呢？答案就是老母，答案就是老母。伊就是甲一个老母应该做的工课，当作是一个职位，啊要来聘请。啊，啥物人若讲要聘请一款人，无人要受聘请，但是却是几啊10亿个人咧做这个工课。所以，确实若无妈妈，啊，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放弃啊。所以，老母是世界上伟大的义工啦，因为伊无咧算薪水吼。所以讲，确实若无妈妈，可能这个社会，这个人类社会就绝后啊，就是无后代啊。啊，当这个疼是对倒会来呢？这个疼就是上帝，上帝是义工的始祖就对啦，义工的头。啊，所以老母承接这个伟大的使命。咱知影现代台湾的这个劳工意识足强，人讲最近这几日呢，啊，迄个中型的。航空公司迄个空中小姐要伫遐来罢工，因为吼，迄条件伤严啊！啊，因无休困，但是真少妈妈会罢工，是因为上帝予伊特殊的恩典甲祝福。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对这来了解，就是讲有几十项老母的积分吼。这是上帝特别伫伊身上所设的，别人无法度用其他的办法去研究，讲是安那有一款人会当做这款的工课，只有是上帝恩典。第一，老母的这份上是上帝恩惠的证据就对啦。啊，你讲世间有妈妈这个角色，是上甲创造的，是上甲训练的，是上甲教育的，无，这是上帝恩惠的证据。第二，老母的这份是一个礼物，所以每一个人。有妈妈请伊去你是享受着上帝上美好的礼物。这也是为何咱看到一寡社会吼，也是一寡故事，也是一寡戏剧，讲细汉就无老母，囡仔是河顶的孤单，是伊欠缺老母，实在是足大，因为无这个礼物。啊，所以咱来珍惜。第三，老母是一个动词啦，毋是一个名称啦，听。是永远伫你的身躯边，诚做祝福。我进前牧师到目睭咧开刀吼，啊，这种手术实在是足小的手术啦吼。但是我的老母甲我讲吼，伊逐工拢咧替我祈祷，逐工替我祈祷，听到感觉心足感动啦吼。啊，虽然这个手术是足小的手术，但是伊讲，从顶摆我甲讲，伊就逐工咧替我祈祷，所以心内足大的温暖，这是动词。毋是一个名称啦，听。老母的这份，通常拢是远超过伊的气力啦。因为若照拄则讲的遐个能力吼，一个人无法当做到。但是，一旦若是老母的名挂落去，无问题。
大项拢做甲到。第五，老母的积分毋是亏损，伊是讲老母拢是加分的就对。第六，老母的积分是应爻主，伊伫世间就是应爻主的存在。第七，老母的积分是一个使命，伊用疼来见证上帝祝福，伊用疼来互即个家庭承接着福音。所以老母就是一个宣告，老母这积分就是一个宣告。咱看见足侪兄弟的见证，真侪的囝儿4岁，伊会信主，伊会敬拜上帝，拢讲因为伊细汉的时阵，老母带伊去到教会，老母退祈祷，老母抱伫胸前讲圣经故事互伊听，所以老母就是一个上界起初的宣教师，因为伊的积分就是宣教。将福音传落囝儿。过来，老母的积分是勇气，无惊吓。老母，咱常听一句话讲吼，迄个女性好像足柔弱就对啦吼，啊，可能足软正足软弱，但是为母则强，这毋是咧讲假。因为一旦老母的名一个挂落去吼，世间任何的危险、任何的苦难、任何的挑战，伊拢毋惊，因为迄个疼赢过迄个惊吓。迄个疼赢过迄个挑战，迄个疼赢过迄个苦难。兄弟姊妹，最后第9项，老母的积分提醒咱需要稳定。咱若讲要照1分1厘来算吼，算袂了。你讲老母到底偌济互你，你要安怎算？用称的嘛称袂了，用算的嘛算袂了。你怎样会当讲这是上帝互你的稳定？最后一项较信仰的解释，讲老母的积分是关系一个，就是主耶稣。怎样讲呢？是因为主耶稣用疼来见证上帝恩典，所以老母就是一个实践主耶稣的疼，一个活活的一本字典，一本活的教科书就对啦。所以兄弟姊妹，咱嘛定来咧讲咱教会要传福音对无吼？咱讲啊，上帝偌好，啊耶稣偌疼你，咱的教会偌好，讲的拢是空嘴保子。所以咱的这个小组，特别是咱咧传这个幸福的小组的时阵，咱是先讲，我要互你感受到教会安怎疼人，小组安怎互相祝福、互相相疼。因为我看到你疼人，我就知影讲，安尼上帝一定疼我。同款意思，一个家庭有老母的疼，互你感受到上帝的疼更较大。你会领受到这个相同的疼，看会到的老母的疼，你见证看袂到的上帝的疼。兄弟姊妹，愿咱每一个做老母的，你真真正正是一个敬虔的老母。因为我对头讲，这是上界轻省的投资，比你任何的付出，老囝儿安怎栽培，有信仰互伊，这是上大的投资报酬率。愿上帝赏赐祝福，伫每一个做妈妈的身上，也每一个做囝儿，你领受这上大的祝福。